来看公司台记台推出一个实景的节目广告 start， 主持人是去到主持人去到不同的所在翕广告，甲台湾文化、观光产业甲地方创新，透过广告来包装，销解予社会大众。今仔嘛举行节目来发表会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台湾足侪所在会使甲足侪地方的创新啦，啊无就是讲要没落的一种产业，会使甲提振起来啊。有时阵是咱是用拍片，啊有时阵咱是用迄落该设计讲包装啊，也是讲无共款的演出的方式。即马吼，趁到即个广告 start 的关系，去搁较侪台湾，我拢完全无去过的所在，所以台湾虽然讲细细啊呢，小小的报道，但是内底故事足多的，所以我就感觉阮应该继续做落去。伫广告 start 的节目嘛有接受副总统萧美琴的委托，望讲会当来广告地档以后的花莲观光。这个新的节目会伫9月2日拜六暗时9点来放送。主持人嘛讲透过这个节目，因接触真侪以早无了解的台湾文化，嘛希望讲透过节目设计的广告来推销各地的特色。